三立戏剧一哥黄文兴哥的脸书，其实很多三立的这个一哥一姐啊，他们都有在自己的这个部落客或者是这个脸书上分享。他是谁呢？他是今天东森首卖的一家人益生菌。到底他的背景有多强大？我们首先邀请5位医师背书，请看 VCR。半年的努力呢，你刚才看到大概数百位医生口中20年来最强的益生菌，就是这个 YMB520。为什么？因为其实它有一个中华民国专利，告别肥胖3部曲，阻断代谢排出。独家发明专利，这是我们国家发的，中华民国抑制脂肪堆蓄哦。你看，我简单几个：减少肥胖增加20到40%，减少脂肪重量10到80%，降低热量摄取15到25%。就因为这个专利，所有的医生都推荐，所有的艺人都推荐，不得了的产品。之后，你终于把它签进来了，很难呢，很难哦。跪求哎，跪求哦，你都要跪求了，那是有多难买到？但你知道我节目的风格哦，就是新品首卖，手下留情。对于你怎么可能留情呢？对，啊，我们2个恩怨先等一下好不好？因为旁边有2位一哥一姐呢。好，多谢姐姐。各位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对于产品从来不轻易站台、很机车的丁国林。不是他每一个产品我都愿意站台。我笑他是大佛 Plus 啊，很红啊，红到砍城啊。女主角，要女主角，哎，对啊，那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位特别，应该是第一次吧？是第一次吗？第一次，第一次献给你了。对，第一次到东森购物跟所有会员朋友见面，你们对他的脸孔也一定很熟悉。他现在的身份是三立电视台的戏剧一哥黄文兴。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文兴。Oh my god！ 谢谢你今天特别来。应该的，因为有服用这个一家人益生菌，其实让我的感触还蛮多的啦。对，这样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好，那么有了文兴哥，有了国玲姐的作证，我觉得今天这档节目应该很精彩哦。但我看到更多是那个时候我是在李燕的，对，在这里。哦，来，对。我讲一下，其实这边是脸书，除了你现场，你说等一下国玲文，你看第一个 Cindy 宪哥的女儿代言推荐，然后包括月娥保健的达人，好不好？亮景有没有？所有人都推荐，佩奇，包括瑞轩，包括李燕、包括文心，真的不得了，还没，对，每个吃每个都说有效。对我那个时候是一开始是在我的好姐妹李燕她自己的脸书上，就是几乎是所有三立的这个大明星一哥一姐们都纷纷推荐这个产品啊。那刚刚严总手上那份中华民国专利啊，他虽然晃了一下，但那份可要好好讲了，那份很特别。来，各位观众，因为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对益生菌一点都不陌生，因为实在它里面写的所有功能啊，其实我个人的看法就是，需要我来吗？没有，对，等一下，就是我要怎么说呢？我看到里面那个功能哈，我就觉得这是减肥药吧。对啊，我第一个看到的时候，我是这个感觉。好，那你帮我念一下哈，来。没有，它这个专利我讲一下，就是说，第一个抑制脂肪堆蓄的组合用途嘛。然后你看内容几个，就应用于药品哦，但我们是食品、健康食品、保健食品。然后你说用于备治治疗肥胖。治疗肥胖，对的，因为其实所有人都会胖，然后呢，它组合减少动物或人类增重28、40%，这是专利的内容。你瘦了28到40%还得了，对不对？有效减少动物或人类腹部脂肪重量的10到80%。有没有？然后这里他说组合动物、人类食品的热量摄取15%到25%，所以真的太强大、太有效，完全卖翻了。对，然后每个人都说有效。他这边做的这个实验啊，我们可以接下来先看一下我手上，就是因为观众朋友对于刚刚那个文字有没有觉得这个就应该观感是跟我一样的？天哪，这就是减肥药！震撼！就是如果它不是减肥药，它是什么？那个感觉，但它不是药，对，它是 YMB520益生菌，强大的菌种。那做了很多的实验，终于申请到中华民国专利。它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它整个的人，它的临床实验就是说，临床实验结论，42天不多啊，1个多月有效降低体重10.7%。对，比如说你现在60公斤，你可能会减6公斤，54。
对，就1个月就靠益生菌哦，不是药哦。对。那第二个，刚才医生有讲，他比如说一般这个菌种厉害怎么样？没有人可以做出内包因子形成高达95%，包括胃酸的环境存活100%，包括胆盐是话存活96%，几乎100%。比如说很多人说啊，小朋友我泡牛奶给他喝，70度高温存活率100%。包括酵素活性较一般的乳酸菌高1000倍以上，这些都有实验数据。然后包括它整个的机转哦，一般可能我们之前看过所有的减肥，为什么说暂时有效，一下子有效？因为它一般是抑制你的，比如说肥胖因子，包括胰岛素失调，包括饮食失调。但是我们到源头，第一个，你吃了这个菌，它可以成功的阻断后面的因素，所以分泌生物膜，分泌抑菌的物质，减少肥胖因子，然后包括加强代谢，减少脂肪的堆积，包括顺利排出，减少脂肪被人就排便顺畅。所以它已经把过去所有的菌种、所有的优点都囊括了，而且别人没有的优点它有，所以目前是市场疯狂大缺货。对我先问一下国林姐，国林姐应该算是3立的艺人群当中头1或头2名拿到这个 YMB520益生菌的。是，其实他们还在实验阶段，还没准备上架，我就已经拿到了。是，对。然后我要拜托导播一件事，我有一张那个我去大陆拍的照片，那大家都知道，真的就像严总刚刚所说的，我不是瘦了刀。好，我还要分享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很重要。水呢？你的气色是由内而外显现出来的。你可以回去演校园电影。没有，我知道演老师啦，我讲错。我知道，我站在这里讲。张照片下面，但是我其实看本尊是有那时候照片是有看到肚子有点微凸。有，今天国林姐穿的，我可以解2颗扣子吗？那我旁边看，快点，快解。真的，我还要再强调一件事情。除了让你维持身材窈窕之外，导播请给这边一个特写。好，那文兴哥呢？我的话，因为是其实我接触益生菌没有很长的时间，大概半年。然后接触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我刚好在拍一家人的那个戏剧，8点档。那因为像我们这种拍戏的都是，尤其是拍8点档的，都是会3餐不正常，然后熬夜。其实我是属于那种在拍戏当下，我是不太吃饭的。然后下班拍完之后，就是因为你要对，没有那个压力，对，因为你会放松嘛，你整会放松嘛，然后长期就是会变成说我排便都不顺畅。后来因为剧组他有介绍我吃这个一家人益生菌，原本我只是单纯觉得，因为他还有说他可以，就是他们里面有吃过，就是它可以有减肥的效果。我说益生菌应该是帮助肠胃的一个很健康的一个菌种，可是你说可以帮助那个减肥，其实我又当然可以啊，没有啦，因为我就刚才我有说我接触这个才半年而已，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完全不知道，因为我之前都没有在吃。你知道吗？那个肠道里面它是有绒毛的，它会，你就算每天排便的人都会卡宿便，所以你一先开始就把你的宿便除掉之后，你体重就立刻下降。没有，然后后面你再大吃大喝，然后它阻断肥胖因子的吸收。你是说你少瘦，他瘦6公斤，比你少瘦1公斤呐？对，因为那时候后来我就是有吃了益生菌之后，还改善这个排便的习惯，不然一直那时候我大概3天才排一次。哇，可是你知道吗？我现在吃东西完全不用忌口，因为我有益生菌，一家人益生菌。对，没错。我看到文兴哥那张照片，本来也是肚子也是凸出来。对，而且你看，因为你看我这边的，双下巴。对，我那时候差好多，差超多。帅爆！我这样，我一样用这个角度。然后你看那个手臂，对不对？对，好像当年年轻的郭富城。真的耶，差好多。而且后来我发觉，就是今天要来上这个节目的时候，因为我有看了一些资料，他说对过敏有帮助嘛。我后来才想到说，我以往我在这个秋季接近冬季的时候，那个冷热交替的时候，我蛮容易会打喷嚏，因为我自己有过敏性的鼻炎。是。后来发觉说，这一次今年好像因为今年的冷热交替非常的严重，一下子3天下雨，3天又出大太阳这样，那忽冷忽热。其实后来我发觉，我没有一直在
你有一直在打喷嚏，狂打喷嚏，有效对不对？对，其实还是会打喷嚏，可是不会像以前就是频率那么高。对，频率那么高。后来发觉这个。我要问你一件事，是，虽然你才接触半年，我是接触10年的人，我是超有心得。你刚开始，你刚开始吃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的便便比较黑，比较臭？你看聊开了，你看聊开了，真的有了，一开始真的比较开了，比较黑，比较臭。然后你再回想一下，你后来天天吃以后，是不是变得颜色比较黄金先生，味道没有那么重？真的有比较应该说比较浅一点啊。而且2位是在节目上聊大便，聊天会。这是事实啊，真的是事实，没有偶包哎，没有偶像包袱，没有，我们是真的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我们把大家当成一家人，一家人就是要分享好东西，对不对？没错。而且你知道吗？好，对不起，因为大家都很有兴趣听那个上厕所的事，但是因为制作有 cue 我说，因为手卖嘛，大家都不知道组合。我先讲哦，其实它外面这个是已经上了吗？对，它外面一盒呢就是1500，然后呢30包。这里。对。那坦白讲，原价都卖到缺货。严大哥，怎样？你知道这种东西要请到丝绒来讲有多难调吗？你怎么好意思？你怎么好意思？我是不是应该要先离席呀？人家3位先吵一吵，都没货啊！我真的生气啊！完全大缺货。对，不要说宪哥的女儿还有代言啊，不要说今天文心啊，因为对耶，大家都说有效。你看他们小老板啊，你看你就好，他本来不给我卖，你要请丝绒帮你卖，你又这么没诚意。好啦，小老板，手卖，小老板这样子好不好？10包加就加体验啦，这样子我跟大家讲，因为这个益生菌很强，目前市场完全大缺。这15年来最强的菌种就这个 YMB520的益生，全部都医生在推荐。我还忘了讲，我们有2200折价券哈，所以如果扣下来就700发嘛哈，3个月。那我也很喜欢看文心哥演的戏啊。那今天文心是真的实实在在站在这里，跟所有他是第一次哦，跟东森购物的观众分享他吃这个 YMB520益生菌。那其实在这个菌上市之前呢，也是好多观众朋友就看了李燕啊，看了这个国玲姐啊，看了文心，还有看了 Sandy， 还有杨月娥啊，他们的推荐就是到哪里买。各位观众，今天终于首度在东森购物由你所熟悉的严总推荐到东森购物来了。不行！真的，我跟大家讲，除了最多益的朋友，真的在丝绒的档，今天国玲文心来了，我必须讲，除了效果特好之外，今天一家人益生菌，照顾全家人健康。独家专利 YMB520专利菌加优选6种好菌，在肠道内形成天然屏障，消化顺畅，增强体力，调整体质。YMB520专利菌拥有独家抑制脂肪蓄积发明专利，有效减少肥胖因子形成，由源头阻断肥胖体质，通过国家安全菌株认定，基因内生孢子形成技术，具有耐高温、耐胃酸、耐胆盐特性，耐高温70度存活率100%，耐胃酸 pH2 存活率100%，耐胆盐存活率96%，顺利抵达肠道定植生存，减少坏菌生长，促使中性菌转为好菌，改变肠道细菌丛生态，促进新陈代谢好顺畅，同时降低人体饥饿感，减少脂肪形成，荣获国家品质金牌奖，通过 SGS 检验合格。代言人杨月娥、吴珊如强力推荐，艺人粉丝团推荐分享，有效改善便秘宿便，去除坏菌，改善腹泻问题。经实验证实，能降低人体饥饿感，减少脂肪形成。对于3餐老是在外的人，蔬果纤维摄取不足的人，应酬聚会多的人，爱吃烧烤油炸食物的人，缺少运动的人，新陈代谢不佳的人，都能轻松补充好菌，使肠道更健康，降低肥胖因子形成，有效控制肥胖。一家人益生菌，照顾全家人健康，调整体质，增加好菌，消化顺畅，一家人照顾全家人，一家人益生菌。好，我们今天新品的首卖亮相只剩最后9分钟，但是我一定这个东森的观众朋友第一次见到文心哥本尊，一定希望听文心哥能够多分享一点哈。黄文心，黄文心，嗨。我要看这个对比。我没有自己豆腐哦，我是想看对比。就这样啊。可以讲这样没关系。
好瘦哦，好瘦哦。对，那时候是好像70公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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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很多。所以我其实认得你也是认得左边那张照片，我认得是黄文兴。其实对，我今天看到你，我认不得哎。你只要去 YouTube 去看我之前的拍戏的那些戏剧，其实都还蛮胖。现在是我应该是现在最瘦的时候。你现在是60，下巴变尖了，64。哇哦，70变64。对，本来超偶比赛的时候是74嘛，后来变就是68、70左右在那边跑。对。后来因为拍戏的时候，慢慢的，就是因为饮食不正常，排便也不顺畅。后来就是慢慢的，其实一定会胖，而且你拍戏你又没有时间去运动，你知道吗？其实像我们有运动习惯的人，最怕就是拍戏。对，你就没有办法去运动，然后后来就是经由益生菌来改善自己的体质，而且靠的就这一盒。对，而且大家都在吃，我的小孩也是吃益生菌，但其实他在吃一家人益生菌之前，我们家里面也有别的益生菌，只是我没有在吃，就老婆跟小孩在吃。后来因为一家人益生菌的时候，因为三立几乎一哥一姐都吃哎。对，后来我小孩就是每天都要吃，指定都要，因为他分得出来，因为他口味很好。对，他口味没有药味，他口味就有点像养乐多，他说多，有牛奶，真的有奶味，对，有牛奶味，他都会说多。哎，它是我吃过口感最好的益生菌，是，所以还蛮推荐大家的，真的。是，好，谢谢文兴哥啊，谢谢。现在真的是瘦到我真的看到他本人我认不出来。没有啊，文兴瘦6公斤啊，然后国林瘦7公斤啊。哇，真的3个礼拜就靠这个益生菌。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呢？在目前我们拿到了中华民国专利证书啊，太厉害了。吃了这个益生菌呢，你要轻松的瘦个3到8公斤，叫做轻轻松松。而且它这个是有一个测试，为什么这个菌是我医生推荐？有这15年最多医生推荐，而且国家专利，42天有效减重10%。是，我不要跟你讲20%、30%，就10%。你60公斤的变54，对不对？你50公斤的变45，你100公斤的变90公斤，甚至会更多。而且今天真的因为丝绒有史以来最杀的组合，所有通路哦。如果你认为买贵了，全额退费给你。天哪！体验也是无效，全额退费。对，因为我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它一盒是30包，30包，不是那种只有10包的组合。对，所以一天如果吃1包的话，其实一盒就是1个月份。是，如果今天加码一盒是1500哈，本来是2盒嘛，是2个月的分量。是，那今天的首卖呢，我们谢谢严总加到3盒，3盒任何通路都没有的90包4500。而且今天东森你们还送2200折价券，对，然后再加上10包的体验，所以这边总共是100包啊。还可以打语音，还可以用折价券，还可以收折价券，还可以抽奖。但重点是，我觉得价钱优惠不重要。有效是最重要的。什么东西会有这么多大牌艺人推荐？什么东西会有中华民国治疗肥胖的专利？我觉得不要怀疑了，就是吃，它就是那么有效，而且是全身代谢的身体健康。好，把握最后5分钟时间，老会员朋友要加紧脚步啊！这个组合只会出现新品首卖，就是现在。老会员朋友，请记得先利用我们的语音订购专线，搭语音现金再折100块，0800045080。